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虽然亚一报嘅天视可能还是有些些咧寒寒的，不过吼，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呢？我同大家来分享病。大家可能會想講，呀，在世界中乜嘅愛失病咯？其實唔單止同大家來講失病，係同大家來分享呀失病嘅快樂嘅記憶，還個同到青春嘅回憶咯。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嘅係一個展覽，一下來細細嘅嘅分享。今日邀請到嘅來賓就係呀萬華冰果室嘅策展人楊子雅，歡迎楊子雅。大家好，我係子雅。新年快樂！歡迎子雅又來到節目當中。上一拜看到妹係以這個策展人的這個身份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展覽，然後妹係同色的東西有關。下拜又係一個新的展覽，不過係啲講萬華一片有相關也失病嘅故事。對，因為失病生了有乜嘅好講嘅，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大家有聽過冰果室呀三件事，因為也咩嘢呀陣年紀會聽得到嘅名詞了，對不對？係啊，頭擺喺我阿妹老愛講，喺冰果室的2樓是年輕男女會去約會、幽會的地方。哇，人乜乜嘅年代哦！老愛講，這我不知道，可是我就開始對這種社交場景覺得很好奇，覺得很有意思。對啊，黑講西北內，講到西北內，回憶好像都很美好，大家都是很開心。對，所以我就借由這個話題，然後探訪冰店，把萬華的故事帶給大家。然後有一個地方叫新富町文化市場，那他們是專門介紹就是跟萬華地區有關的生活風景啊，或是有關的話題研究，都可以在那邊辦展覽。有一個這樣的徵件，我就把這樣子的冰店有關的故事去投件，然後就是準備了這個展覽給大家。哇，嗰時候係媽媽同講嘅呀，咋回憶本對呀冰果室有興趣啊？嘟嘟後萬華就有懂得冰果室是嗎？萬華有很多就是跟吃冰有關的場景，比如說果汁店、冰果室、剉冰店，有一些都已經經過了3代經營3代以上，所以我們就特別找了經營3代以上的店家，有5間店，然後都很有趣，然後就是分享給大家。原來係愛嚟，因為想象嘅冰果室就是感覺是電影裡面也係一種廣告的場景，才是有那個印象，就是可能有座位啊，然後吃冰啊，然後可能有果汁啊，但是它的店名一定是冰果室。不過我跟他同子雅聊天，這樣體驗了，唔單槍叫冰果室的才是冰果室哦，只要有餅、有果汁，這種都是以前所謂的冰果室，對不對？就是我們都把它納入我們這個冰果室的展覽的範圍，來跟大家聊聊，也有一些楊桃汁啊，對，介紹給大家。那這樣子我的記憶裡面就有了，我嘅沈陽地路就有冰果室的回憶了，因為就將我啲苗栗，我不卡附近的就有一間餅店，都咩東久以前就有，應該就係爸爸媽媽年代給用時嘅冰果室，然後一直到現在，就會等到新年呢，可能就會去嗰片食餅。嘿吼，對，所以其實大家都有呀食餅嘅記憶，大家一定都有跟吃冰有關相關的回憶。那智雅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周雅在展覽嘅時間，因為其實智雅做的展覽哦，都會發動到時間去填掉，去認識它，去了解它，而且這不是我們生活經驗有的事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一開始親本有感通到嘅故事。黑地萬華那一片嘅故事，乜嘅故事？我們是從南部的萬華開始展開這個田野調查。那時候我們訪問了一個吉良伯。那吉良伯跟我們講，以前在40年代，他們小時候，他爸爸媽媽曾經賣餅呢。那時候的，就是村子裡面的發展，不像我們現在看到高樓大廈。那其實南萬華是一片的農田。那在當時候，其實大家的社交就是一起坐下來，大水久，
哦，对，一直聊大追追顾聊天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好难想象哦。对啊，万华的南边，然后是一全部就会田，然后他们就是聊天，不管有没有来买冰，大家都会坐在那边啊，就是一起来聊天。所以就是现在的便利商店的感觉。现在便利商店，现在便利商店很多苗栗的便利商店，就是懂得阿叔婆啊、阿姨啊，可能就会去给片，某天超会买咖啡，有可能会买，啊无买咖啡，可能没会抽到给片大追股啊，对，聊天。所以现在 7越开越大间，就很像黎明中心的感觉。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社交场景，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哦。大家其实没有做什么，不是 content 系，不是要看电影，很简单，就是坐下来聊天。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吃冰的一个简单的小事开始聊起。那后来我们的发现，现在经营3代以上的冰店，很多都还是集中在中万华、北万华。那我们就是访谈集中在中万华、北万华，把这些故事带给大家。哇，我做子牙对啊，玩法所在、玩法体系已经有懂得了解。啊，不过像我就唔係台北人，我啲沒有理睇。我對規個玩法唔係懂說是，我想到玩法可能就想到西門町啊、艋舺啊，他們都算是在你要不要主題嘅一部分嘛，對不對？對，因為萬華很大，那我們中萬華就是比較大家熟悉的艋舺，在龍山寺附近。那北邊很北，我們可能會到靠近台北車站啊，南邊會到比如說南機場啊，或者是跟環河這邊一帶，所以萬華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區域哦。我覺得其實這一次的展覽，每有一啲會想去本台講有一點翻轉，對於萬華也係講對於艋舺嘅這種印象，因為過去大家對於艋舺有一些印象是不太好的，可能是比較舊的，但是其實那是因為它過去有懂得嘅歷史構場，對啊，曾經1府2路3艋舺，對，它曾經是很繁華的地方，其實這就是有這些人在這邊共同生活超過了3、4、5代以上，它是一個很有生活場景，然後生活場景很豐富。那尤其我們講到古早味，來到這邊的話，你很容易找到傳統台灣的味道。對，因為他可能係太後嘅時間嘅，當飲食都冇共用嘅玩法。就是我看到它裡面的建築啊，可能細件嘅屋啊，但是那個都是以前傳統的建築，就是以前在小市集那時候，古時候嘅屋全部就棟合都很窄，可是都連在一起，可能帶下全部都是商家，曾經是非常非常熱鬧的街道，所以亞伯嘅展覽咪想會有一點翻轉這個艋舺，本體感飲食含卡冇共用嘅玩法要找素材，對，所以亞伯子牙州要找展覽嘛，周圍剛剛講了嘛，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田調，田調過程也很辛苦，因為你們田調的都是這種清油苗啊，周圍東九經營東九嘅要到本店，有沒有什麼辛苦的故事？有一次就是我坐下來，然後開始聊天的時候，條家講幾清無限，幾講厲害，10分鐘本你訪問，我們知道訪問通常都要比較久，1小時多。沒辦法，那個條家付起來留言至少1個小時起跳哦。幾公幾清毛喊10分鐘，他就開始計時了。對，所以讓我們去做田調的人很緊張。那怎麼辦？然後我問，很快哦，給10分鐘到了，他真的要站起來，他就說我要去周思琴了。哇，我們就真的嚇一跳。那他就是真的，你看到老闆在店裡面，他要很忙啊，削水果、處理水果、切水果，切咚的聲音，還有一些刨冰機、剉冰機開始咔的聲音。那我們後來想說，老闆既然沒有時間好好坐下來討論，那我們就把這些聲音，切水果、準備水果的聲音、刨冰的聲音，那把這些忙碌的聲音收集起來，變成一個聲音播放的檔案。那你來到展覽的時候，你就可以聽看看，老闆他其實人很好，願意跟你聊，只是幾清某行。
是真的太忙。哇呀，还有看到相片，它这个展区还有本人耳机，就是本人糖豆刚刚讲的本店底度青某含给赏银。对呀，还有客人会来说，老板要去哪里买香？老板我哪里要怎么去？我要点这个，我要点这个什么果汁，什么剉冰这样子。所以全都录下来了。没错，我们全部都录下来，大家可以听看看那个临场感。所以真品 Hito 给片填掉，或者是甚至收录了这些声音，张威迪年来。本店对于万华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说不定不一定是对于万华哦，对于所有人只要有冰店的地方，可能都暗涌给记，那就是一个问路站啊，对，就是聊天室啊，生活回忆里面你熟悉的场景。只是我们现在很少走进了冰果室，那我们就是重温这些场景，让大家再重新听看看这些声音环境，让大家回忆一下。对。给展览给素材啊，除了耳机之外，基本里面有带一点给展区的东西，包含有一些是像是互动式的，像这个冰块。这个冰块是雅的七嘎用设计的方式，让它有一个冰块的感觉啊。里面有一个我翻来翻去的照片哦，这是照片，但是后面还有文字，有问题。本呢胸片嘛，然后我看一下后面是什么。谁家店门口还是有贩卖麦芽糖跟麦芽饼？这问我现在当然不知道啊，是要 contact 咱们兰张威嘿。展览里面就会介绍，像龙都他们是从卖麦芽糖、麦芽饼起家，所以说来到这个展览是有一些小互动，你要先去阅读墙上的内容，这些冰店的故事，那你会知道说哪一个店是卖麦芽糖起家，然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你就可以把这个冰块、塑胶冰块放到我们的展览的摊车上面。所以亚展览唔係做唔得停通嘅哦，係分享嘅去停通，一種互動式的體驗。故作分享大家去看展覽嘛，先休息啊，還有多的內容要同大家分享。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展覽哦，到萬華冰果室。呀，事是事情的事哦，事情的事啊，今日有請到呀策展人，佢咩係客家人哦，客家當優秀嘅呀後生嘅哦，叫人都子雅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要把一個展覽當 TP， 它是一個互動式的展覽，就像阿素紅呀咋。像是本亏用哎，很可愛，它就是可以鼓勵大家去同機啊，自己去翻轉它、搖它都可以。因為佢底度有相片，還有有文字啊，可能會問你問題啊，你看睇到展覽以後就會知道，哦，原來。這一間店是有在賣麥芽糖跟麥芽餅的哦，你就可能會了解到這一些問題。然後剛剛思雅有講到啊，在這個展場的設計啊，它甚至還有像攤車的東西。這個展場的陳設是不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因為挑敗哦，就是沒有店面。他們賣冰其實是要推着攤車，在大街小巷這樣子去販賣，所以我們就做了攤車造型的一個展示的一個裝置，那大家可以實際推這個攤車，可以推動，好可愛哦。那這個攤車上面你可以看到，其實是有一些店家的菜單，那他們賣的東西。所以你要根據上面的菜單判斷說這一台攤車是屬於哪一家店，然後大家就要把這個攤車推到對的位置上。怎麼覺得好像有點難？因為冰果室賣的東西就是有冰有水果，但是它會有一點七嘎可以提色。這個是要從展覽底度七嘎沒錯呢。比方說有些是八寶冰為主。哦，有一些是以五穀雜糧配料為主，好難哦。有些是楊桃汁，所以你就要去看上面賣的東西，推到對的地方。對，
以古时候分享大家去现场去家去看就对了。虽然要呢展览现场无动态，不过它整个都是可以互动的，希望本大家这种很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的感觉，也有一点点跟平常时头摆印象当中看到的展览有一点无相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同大家来分享自然按辛苦做给填掉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我们先来讲这个，我叫他炫耀自己的老板。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个是龙都冰果室的 Telga 他的青春故事。Telga 公他从小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会站在牛奶罐，踩在牛奶罐上面。端着盘子去接冰，哇！所以他说他从幼稚园就开始帮忙家里面卖饼呢。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龙都哎。对啊，他说以前几个同学就是下课都要去约会去联谊，但他都没有时间，为什么？因为他赶快回家卖冰，所以他都没有出去谈恋爱。但是有喜欢他的女学生会来家里面买冰哦，在买冰的时候，老板端一碗剉冰给他，那女学生就会偷偷把他情书塞在，赶快塞在给老板的手里面。Telga同公呀哦，对呀，给公他的亲牌谁，他很害羞。真的吗？会说这个还很害羞哦。他说他都不敢回复，所以他那个情书有默默的收到现在。那他一直到很晚，到28岁才真正的谈了恋爱。哎呀的对象唔係嗰時收到情書的對象。应该不是哦。对，所以老板那时候很帅，在店里面帮忙，很多女学生喜欢他。好有趣哦！嗰時候可能佢都點嘅天數嘅時節啦，就冇辦法去聯誼嘛，就都是看到別人來聯誼。对，看到陪你去冰果室有 fee， 因为那時候年輕學生下課了，他們沒有地方去。那時候沒有麥當勞，沒有 7， 沒有咖啡廳，也沒有咖啡廳，沒有飲料店，所以大家要去哪裡約會，就是約在冰果室去吃一碗冰。或喝杯果汁，对，没错。这样就是一个，真的耶，跳白魔安永跟店妹，就是只有这样子的空间可以约会，所以老板就把这个故事跟智雅分享。嘿啊，被告白的故事，被告白的故事。他也说他就是卖到很忙碌，他也有曾经暗恋来西北内的女学生。西北内他们都是两个好朋友，一个卡丘，一个比较有肉，他比较喜欢卡丘的，然后他就想要拿园游券，因为他想要邀请女生来参加园游会，拿园游券邀请他。好可爱哦！就两个女生都是一起来吃冰，所以他就一直迟没有机会把他的园游券交给那个比较瘦、比较漂亮的女生，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回忆。所以琼雅的小故事，你都会把它整理在像是这样子的手板里面。手板里面还有一些是放在网络上，就欢迎大家来看看故事。哇，好有趣哦！真的黑抖音整一周填掉才可以问到这么细节的故事哎，唔单枪按的哦，因为俺刚刚讲吼，要的店妹全部都是历史悠久。那一开始可能还差不多民国70年这种时的事情。头摆啊，这个推着餐车出去，还有可能会不警察来走哦，对不对？这个是永富冰淇淋的故事。对不对？永富冰淇淋他们就是还没有店面嘛，但是摊车在街上贩卖是会被警察给查起，会被扣押、开罚单的啊。那时候永富就是他们的爷爷，其实就永富就是他的名字哦。那他就是常常被警察开单，那他准备了2台摊车，因为呢一台摊车被扣押的时候，还有一台 U 比给啦，对，还有 U 比的要出去赚罚单的钱，把那个摊车赎回来。准备了2台，那他那时候就想说啊，这样做下去不行啊，一直常常被开罚单，所以他就存钱，存了5万块，那买了当时日本人家里面玄关底下放鞋子，楼梯底下玄关放鞋子的地方，那就在那边就是扎根，那边开始了他们的店面吗？对，就在这边。没错，就在那里。他的店面。对。哇，这么小。可是头摆那时候5万块是都得在南势角买一栋透天哦。可是他只买了日本人家的玄关，所以邻居就说：“哎呀，你很傻，你怎么那么傻？你去买人家放鞋子的地方还花5万块。”哦。对，可是永富到现在
那个店面就是现在的店面，就还在那里他们就没有搬过家，对，就还在那里，所以大家现在来到找永富冰淇淋，还是要来到这边。好有趣哦，我起鸡皮疙瘩哎，因为我觉得一点点的我的凶宅手才按 QA 时间很不容易，因为通常当然很多店会想要翻新，想要变都喊卡太个空间，想要变都喊卡姜，但是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的味道不一样。利哈跟店面有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它还是在原来的地方，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因为阿公说，就是永富就是阿公，阿公说要让人家温豆阿公哦，莫拉，第二代、第三代，阿公说要让人家找得到。哦，所以一直都坚持在那个地方。而且还说永富是位发明家。阿公他自己发明了就是冰箱，他会去改造冰箱。太厉害了吧！对，他去改造那个上盖啊，去可以推啊，或者是发明一些像是车轮饼的烤盘，就是为了那时候的求生活嘛，所以阿公会自己手做打造这些器材。对，而且韩国头白就气嘎发明的东东 Q 米的饼，我看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古早味，是鸡蛋饼。鸡蛋吗？对，但它鸡蛋其实不是鸡蛋口味，是香草。哦。对，是哦，所以它的鸡蛋是香草口味，对，香草口味。但是亚拜风屋内亚按豆点饼店也有真的做过鸡蛋冰的，对不对？有鸡蛋的冰，有鸡蛋的冰，像是放月见冰。对，月见冰。有哪一间有做月见饼的？你好西月见饼在龙都哦，是龙都哦。对，我很爱吃月见饼哎。条拜给有卖啦。哦，亚哈某哎，因为我觉得月见饼有一种白巧克力的味道，就是给乱给勾，像那个清冰不是有加香蕉油、香蕉水，同跟清冰的味道跟给乱的味道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吃起来很像白巧克力。黑公就是古早味，就是这样来的。有机会的时间，自己一定要去吃吃看。好，那接下来那个也是我看过，但是我从来不曾尝试的，叫做玉米冰包薯饼。有去私人的饼店有看过这个，它就是放这个玉米酱、玉米罐头酱，然后放在这个刨冰上面。我很难想象哎，提供了玉米酱，吃起来有点咸甜。那刚开始推出这个口味的时候，大家不是普遍反应会觉得，有些奇怪，可是有些奇怪你又却记得，下一次又再来吃，所以经过很多年，这些大家会觉得，越吃好像越好吃哦，越能接受这个味道，所以这个玉米冰是杨记冰店的一个特色冰。啊，这样要撒黑胡椒吗？撒黑胡椒吗？因为玉米浓汤就是觉得要撒黑胡椒啊。你可以发明一个新的口味。很好奇耶，超酷的。所以这个杨记给的招牌就是卖玉米冰，还有他做的手做的一些荤桂，然后或者是丸子类、地瓜圆啊、藕泥啊这些，其实它的配料都很好吃。对，四果冰之类的。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个，这个已经东西有看过哎，它就是冰果的水果，我有看到它的这个水果盘，专门以水果为主的。黑条嘎，它到现在每天也都是清晨4、5点亲自去市场挑选水果啊，所以它的招牌是番茄切盘。那是黑市番茄，那就是挑一些品质很好的番茄。那它的咱粉啊，一个粉有甘草粉、有糖跟挑油拌在一起，跟挑白油黑色勾的那个姜汁挑油有像吗？老板说他有独门的比例独门的调配的比例，他独家的比例不一样，而且几个粉没有掺水，没有再另外勾芡。酱油怎么放进去的？就是酱油跟粉跟桶拌在一起，就这样子沾来吃。原来是按呢，古松坑也是唔滴哇，去多多诶，古松坑人对有冰果式的了解其实无同多，古松分享大家来到展览来喊卡了解呀万华的冰果式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
家又真的福起来咧，我迄种一群阿群妹，刚刚有听到阿群妹同子牙讲的动到病吼，有听到呀，还有汗水都会流出来嘛。虽然还有一些些来汗，啊，唔过吼还去做得去设备啊，拖伊咧天使会时做得去设备，啊，唔过要做得去展览地度，还较了解到呀办法嘅冰果式嘅故事哦。刚刚讲到吼，按到病，按到故事啊，青春有嘅迄个呀，就展览嘅空间地度有一类按到来一口万华，这个来一口万华，智雅上爱本去看展览给人感受到嘛该，为什么会要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因为在展览的填调的故事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看完这些故事，你对万华比较有了解。我们想要邀请你一起来想象未来的万华，所以我们未来哦，对未来的万华，我们就是跟冰有关，想象未来的万华如果是一球冰淇淋的口味，来一球万华，它会是什么口味？所以有些人会从既定印象开始，他说可能是一个茶室味、粉味，但是可能有人想到的是万华的美食，他就会说牛排味。牛排。对，那万华我们会去那边做什么？拜拜。然后有些人会说，可能是月老味。有月老庙。对，有月老味。那是一些天马行空的任何想象的，你都可以就是把这个记忆啊跟万华的印象啊结合在一起，提出说我想象未来的万华来一球万华是什么口味。也有人说是蛇肉汤口味。这个我有记忆耶，我还是一个时间，因为我阿 Q 有一部的就煮到黑豆嘅片，我就去华西街那边，然后我就看到韩国迄个几条路哦，亮片全部都是一笼一笼的那个关蛇的笼子，然后那个蛇在里面都移动，我觉得很惊人呢。我当时就流到东城嘅印象就係我去過萬華一個蔬菜，看到東島沙鍋。我小时候是有这一段记忆的，所以可能就邀请大家来想想看。以后万华来一球万华是一个一球冰淇淋的话，会是什么口味呢？但是有人如果留奇怪的文字给发，有可能是会被弄掉的哦，会被擦掉。我们是会提醒，如果跟展览无关的留言，可能会像冰块融化一样，你的回答可能也会融化掉哦。哇，古手，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而且是有点像是看过展览跟人可能去感没有感受，也可以留一点他对万华的感觉下来。对呀，就像阿 Q 们我可能已经消失已久，对于这个沙狗给也看到他讲蛇肉汤，我可能就我想到了，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华西街和东东卖沙狗汤的给用时，有看过暗涌的印象，呀，它应该已经很少了。厉害的万华某 Q 用了，对呀，还有很多就是讨论其他有趣的小吃的味道，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去想想看。对，古时候分享大家来看展览嘛，就会有懂得想象。古时候上下来觉得 NSC 单元就讲按照有发夹夹讲，我就要来问一下智雅，如果呢，你把你自己比喻成一碗冰，你觉得你会是什么冰？哎，是打一碗冰哦，哇，很难。你最近吃很多冰哦。我最近吃很多冰，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配料，很多有嚼劲的冰，因为它可能我喜欢有嚼劲，然后你会吃到不同的口感。对，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冰淇淋，你可能会吃到一些坚硬的坚果，还是你会吃到一些粉圆、汤圆或者是珍珠之类的。我希望我是一碗有丰富口感的冰。我觉得你是自选配料8种冰，8种16种冰不够，8种不够啊！自选配料16种冰，这是智雅对自己比喻成一碗冰的想法不？好，那接下来，因为其实认识智雅有一段时间呢，你一直都在做创作这一件事情。那我也觉得有暗用这么多创作的能量，都在做一件事情，没本爱动批复。不过我喜欢问你，有挑一个时间吗？有没有你觉得累的时候？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累？比方说，如果去填调被拒绝的话，有时候也会有一点伤心。可是他就会觉得没有访问到自己想要访问的故事，或者是材料，会觉得有一点挫折。可是大部分又听到一些其他店家给我的回馈，一些好的故事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值得。
所以会有懂 QA 的时候，也有懂翻译的时候。我觉得加在一起会让我就是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可是亚团时间啊，比如讲你对哪个时间开始做亚展案子，到现在一个展已经做完，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Q 年的5、6月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展览，鼓手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有哦，半年的时间你都在准备这一个展览。对啊，鼓手感觉小文问啊，做创作的人，整个半年都在磨喊一个案子。那这样子，你的经济条件、你的收入，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做创作，跟这个经济状况会有一点点紧绷？有按勇给感动吗？当然会啊，就是做创作大家都很不容易，所以欢迎大家，这是我的账户专线。没啦，公销，对啊，当然还是会很累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大家都是这样过来，我们是要把值得分享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创作跟过去我对智雅的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不太一样。第一班因是你看到你七嘎八个东西，你自己用那个胶彩画画的，那个时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认识。不过亚伯是一个策展人，然后同研究下来做亚洲展览，选来迄啲乜嘅事件，乜嘅详细嘅地点，我同大家来见面，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的展览不一样，是跟别人一起来创作。对，那以前自己发图。就是不用问别人意见，对我自己画图就决定了画面，然后我就可以拿出来展览。但这次展览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那所以它是一个共同创作的项目。对，比方说我们要共同决定这个东西要怎么样互动，让大家来玩。那这个展览，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大家一起想象、一起创作出来、激励出来的。展览会在新富町文化市场到就是2月底，然后欢迎大家空哈来聊。新富町文化市场要的收财，而且是在里面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空间，它叫半层楼。对，它叫跋楼啊，就是你要稍微走上一个楼梯，它在一个夹层内。对哦，所以它这就是本来市场的构造。这是市场本来的构造。哇！以前他们要在这个夹层休息，然后1楼是摊商贩卖的地方，然后夹层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所以挑高不大，就是展览空间不大，欢迎大家来体会看看这样子的空间。对，所以看安永跟反应，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很亲切、跟很深入、跟很在地的感觉。在这里面办展应该蛮有趣的吧？因为它这个展览空间就是在市场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市场里面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空间，对，一个秘密基地，常民的生活又是这么的靠近，我觉得它是很有生活感的。给展览给时间，还蛮给时间。展览就是一路展到228的年假，228年假到2月底。鼓手分享大家有限的时间，记得去新富町的市场去这片聊聊。那还是有市场可以逛嘛，对不对？当然还是有啊，市场可以逛，还是有市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哇塞，很棒哎！对，鼓手，你看做按勇的事情，做为按究，当初来参加这样子的征件，就已经下定决心，会把半年给时间来做一件事情。然后来投这个征件，那这个征件是 Q 年度的，2022年度的，那今年2023年度的也已经开始了。今年度的展览征件也开始了，我们也是要讨论就是地方跟地方有关系，但是不仅限于万华，只要是有跟地方生活感有关的，就欢迎大家来投件。那截止日是2月8号，大家要嘎来投件哦。2月8号，鼓手通走他嘎的喂。对啊。对，那我想要再问问看智雅，你周这样子的展览也已经就是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在展期当中。七嘎跟行的很马改，因为从你不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参加了这一次的征件，去做了田调，喊他诚意被了解要找手财，自己的心得是什么？自己的心得是当这些店家老挑嘎真正来看到展览的时候，看到他们来到现场，我会觉得说，哇，很感动，很值得，因为我是
一个代替他们把故事分享出去的一个窗口。那就是希望呢，这些好的故事能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说万华其实还有这些人在这边认真的生活，那就是把这些好味道带给大家。对，所以以后来万华不只有既定的刻板印象，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去试看看这些好吃的西北内有一些这样的味道。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回忆起社交的场景。哦，因为我们已经好多年因为疫情就用手机的联络哎。对啊，或挑拜我刚刚讲就是大家是坐下来，空哈来聊天，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也许下一次我们就是会约说空哈来万华西北呢。对，古时候因为什么之外嘅分享哦，分享大家到228之前都做得下这个新富町文化市场来去聊聊的去看万华冰果室嘅展览。谢谢志尧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天时嘅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空下来做运动哦。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